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5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，箴言第3章13节到18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3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自由。就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人们的心灵若不够健康，若是被情绪给影响了，无论是哀伤、是痛苦、是仇恨、是悔恨、是不甘，或是比较，或是任何的负面情绪所影响左右，我们就说这样的人就是关在无形的牢狱当中，他就是不自由的人。人们特别是基督徒需要学习让自己的身体健康，让我们的心灵更要强壮，成为不容易受到影响、不容易被左右的人，才能够得到自由。当然我们要专心依靠上帝，得到上帝圣灵的智慧，才能够得胜。箴言第3章第5节到12节13节到18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寻求智慧的人有福了，找到悟性的人有福了。智慧比银子更有益处，比金金更有价值。智慧远胜过珠宝，你所爱慕的没有一件可以跟它相比。智慧使你长寿，也使你富贵荣华。智慧使你过愉快的生活，领你走平安的道路。聪明的人有福了，智慧要给他生命。福音书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38节，耶稣基督对那些犹太人这样说道：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持续遵守我的教导，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。你们会认识真理，真理会使你们得自由。他们回答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隶。你说你们会得自由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每个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隶。奴隶在家庭里没有稳固的地位，儿子却始终属于家庭。要是上帝的儿子使你们得自由，你们就真的是自由人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可是你们想杀害我，因为你们不接受我的教导。我讲的是我父亲指示我的，而你们做的是你们父亲告诉你们的。所以只有遵行上帝真理的人才能够得到真自由。耶稣基督所说的不是肉体的禁锢，而是灵性真实的自由。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，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。在我陷入困境的时候，求你不要躲开不理我。我呼求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立刻回答我。我的生命如烟雾消逝，我的身体像炉火焚烧，我的心像枯干的草被踩碎，我连食欲也丧失了。我呻吟叹息，我全身只剩皮包骨。我像荒野的野鸟，我像废墟中的猫头鹰。我睡不着觉，我像屋顶上一只孤单的麻雀。我的仇敌整天辱骂我，戏弄我的人指着我的名咒诅。因你的气愤烦恼怒，我吃炉灰，像吃饭一样，眼泪混着饮料喝。你把我举起来，又把我摔下去。我的生命好像黄昏的暗影，我像枯干了的草，但上主啊，你永远掌权，世世代代将怀念你。你要起来，要怜悯锡安，因为你怜悯他的时候到了。现在时机成熟了，虽然锡安已经被摧毁，你的仆人是爱他，虽然他已经成为废墟，他们还是怜惜他。万国要敬畏上主，地上万王都要畏惧他的威仪。
上主重建西安的时候，要显示他的荣耀，他要听穷苦人的呼求，他不会藐视他们的祷告。恳求慈爱的我们的父上帝赐给我们遵守真理的心智，愿意遵守真理的教导，得到圣灵的内住，使我们得到真自由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